各位鄉親大家好，又到了停通的時間，我是今日要教大家運動的阿凱先生。今日要教大家的是我哋肌力訓練的動作哦。肌力訓練呢，如果那是把有重量的東西用我哋的手啊壓上來，腳屈下去，我哋做腳的話，我哋的手同腳那麼有力，那麼軟腳哦。等下路向下停頓先上來運動哦。開始運動之前，我哋要先做18臀身體捏上來動作哦。我哋第一個動作係，好，我哋呢先屈下去，兩隻腳打開來，好，屈下去，好，手啊，用嘅腳當高，好，唔好用落背哦，要用地背哦。好，做嘅時間呢，先看你右手向嘅當高。壓上去，好，壓上去的時節，縮起，下來的時節，跳起，好，一片做下，錄完另一片哦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記得做的時節，你的頭要看你的手哦，縮起。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。好，要注意哦，你的手係向當高，唔好向後背哦。如果你會向後背，要向當高哦。好，縮起。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好，也係我哋第一個動作。第二個動作係，我哋呢先一隻腳向頭前，讓體內風，另一隻腳屈下去，好，屈下去嘅時間，兩隻手用嘅頭前一隻腳地背。標準好，做嘅時節，我向我腳一片的手呢，係我哋左腳同我哋左手好，又向我左片當高壓上來，慢慢啊變下來，好，壓嘅時節呢，向當高哦，唔好向後背哦，好，向當高，慢慢啊回來。向當高，回來，縮起，跳起，好，縮起，跳起，好，我哋彎腳哦，同樣一隻腳先向頭前，我手用你腳底背。好，也蠻係我哋右腳同我哋右手在頭前，好，我右手向當高，縮起，下來嘅時節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慢慢做落去哦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。縮起，跳起，也如係我哋熱身的動作哦。接下來要教大家來運動嘅哦。等一下呢，要做運動係我哋腳嘅動作哦。要麼我哋先面體內風。面蹲的時節，我哋的腳，好，唔係順出來哦，豎起來。開始之前，我哋先用兩隻腳來做，做的時節，我哋的手用兩片，好，用體內風，用輕鬆如何誒，
愛定的師傅向東高順風來，都也比如何？好，可以的話，愛定的七條師傅順減緊，係一條線安尼哦。好，下來的時節慢慢啊變下來。好，做的時節慢慢啊做。1、2、1、2，好，一慢揾一隻腳來做哦，一慢先做，家己左腳，另一隻腳順側可以不用體內風，好，做的時節，就用喺家己師傅向東高順上去，好，慢慢啊變下來。1、2、3、4、1、2，慢慢做入去哦。3、4，好，我哋穩片做哦。向用，我哋師傅向東高，1、2、3、4，慢慢走入去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可以兩隻腳交換來做，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，做起來，你可以慢慢啊起風來。好，一慢我哋揾第二個動作哦。好，第二個動作先拿燈呢。做的時節，師傅坐燈的東高，樹向東高，唔係向兩邊哦，向東高。好，廿個慢慢啊，腳出力，向頭前，慢慢啊提風來。下去的時節，師傅向後背，七條向頭前，慢慢啊扶下去。坐到燈呢，都可以風來哦。1，慢慢做。2、3、4、好，換一擺哦。1、2，樹無力的話可以不用下來。3、4、鐵路卡的話，有保特瓶的話，可以拿保特瓶裝水，拿在樹東高，吼，迎風來安尼做。你拿頓迎高，
安尼慢慢做愈好誒，吼，安尼慢慢做愈好誒哦，吼，強用茉莉咧花保特瓶可以不用下來，安尼慢慢做。啊，今晡日呢，先生拿的是一條素嫩素，素嫩素怎樣個做咧？強用純素嫩素，用天奶烘。好，拿到一條素嫩素，壓鍋烘來。好，做的時間，我哋強用係向後背，坐下去，提烘來。好，記得哦，樹木邊安尼哦，向當鍋哦，好，慢慢啊下來，提烘來。下去的時節，縮去，烘落的時節，調去，縮去，調去，好，樹茉莉的話，強用樹骨來安尼如何誒？好，下去，提烘來，字米2擺哦，1、2。頭前教大家的，大家有學會冇？記得有限的時間，停頓先生來聽圖哦。也慢開始愛來學新的哦。接下來愛開始來教大家運動的哦。等一下愛練的動作咧，係練我哋嘅手同我哋嘅腳嘅動作哦。也慢第一個動作，我哋先拿燈呢。做的時間，也係動作係練我哋嘅手嘅動作哦。做的時間，我哋拿一條素嫩素，素嫩素怎樣嘅用呢？用在我哋師傅後背。好，坐蹲一條素嫩素，兩隻手咧，好，我哋先向下做哦。手先壓鍋。壓鍋的時間，不用下去的時間，哦，係慢慢啊，向個頭的後背不用下來，哦，壓上去的時間，順勢，安尼算一擺哦，哦，慢慢啊下來，上去1、2，哦，不用下來的時間，上去，出力向當鍋的時間，頭去。縮去，調去，縮去，調去，縮去，調去。好，做的時間咪可以下去的時間，順勢素嫩素綁線的時間停一下，好，慢慢的下來，下來，好，出力。好，慢慢做愈好嘅哦，好，慢慢啊不用下來，好，一慢我哋兩隻手做起來，愛揾一隻手來做，一隻手怎樣嚟做？好，一隻手不用係愈好嘅，另一隻手強用，好，拿頓一條素嫩素，壓烘來，好，做嘅時間慢慢啊不用下來，壓上去，好，慢慢不用下來，壓上去。不用下來，壓上去，慢慢的下來，上去，下來，上去，好，強用哦，不用下來的時間，縮去，空氣的時間，調去，縮去，調去，縮去，調去，好。一片做起，我哋錄完片，強用拿頓一條素嫩素，做的時間壓鍋，不用下來，向當鍋1、2、1、2，好，安尼慢慢做愈好嘅哦，1、2、
3、4、1、2，字谜100哦。1、2。也個動作咧，如係練手嘅動作哦。等一下第2個動作係練腳嘅動作哦。也咪也種等呢，先不用也好。也個動作做嘅時間，嘅腳，一隻腳用頭前，另一隻腳用後背。好，2隻腳，一隻頭前，一隻後背。好。手用師傅兩片，下去的時間，後背一隻腳慢慢啊屈下去，放來，安尼算100哦。好，屈下去，放來，好，慢慢做入好誒。好，屈下去的時間，縮起，放來的時間，跳起，縮起。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好，慢慢做哦。縮起，跳起，好，做起我哋要彎腳，咁樣一隻腳向頭前，一隻腳向後背，好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。跳起，縮起，跳起，縮起，跳起。好，以為你拿做嘅時間腳會冇力，錯冇？好，可以安尼。好，你手用墊嘅當高。好，咁樣一隻腳向頭前，一隻腳向後背。我哋嘅手用墊嘅。另一隻手用右嘅一片，做嘅時間咁樣哦，屈下去，屈下去嘅時間，腳冇力嘅話可以用嘅手挺手出力，放來安尼就好誒。屈下去，手出力，放來1、2、3、4。6、7、8，好，彎腳，咁樣哦，一隻手用墊嘅，一隻手用右嘅。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。喺運動之後，我哋愛做18本身體變強壯嘅動作。第一個動作，我哋先跪體內方，一隻腳跪下去，另一隻腳變頭前。好，做嘅時間兩隻手向頭前，向當高，向後背，壓放來，按呢個時間縮起。好，下來嘅時間跳起。縮起，跳起，好，注意下哦，我哋放氣嘅時間，我哋師傅向頭前送出去，好，回來嘅時間向後背，好，所以縮起，跳起，好，彎腳來做哦，咁樣彎腳，我哋左腳
開天來風，右腳向頭前，好，我兩隻手向襠骨，向頭前，安尼，縮起，頭起，中央做的時節，師傅向頭前送出去，並回來，縮起，頭起，縮起。頭起，好，我哋揾天呢嘅動作哦。天呢嘅動作做嘅時節，可以面天來風嘅哦。我哋先面下來，好，面嘅時節咧，我兩隻腳，我哋先做右腳個，我哋右腳拿風來。用呢左腳襠骨，好，慢慢啊，我右手吞兩隻腳，踢動的伸出去，另一隻手拿頓呢右手，好，向個身體綁過來，我師傅要綁現哦，好，安尼開始的哦，縮起，慢慢走入去，頭起，縮起。頭起，縮起，頭起，縮起，頭起。好，我哋換腳哦。好，同樣，我左腳向我右腳襠骨，我左手向踢動的地方伸過去，手拿頓，好，縮起。頭起，縮起，頭起，好，記得做的時節，你手要出力咯，臀的腳向你身體綁起，縮起，頭起，縮起，頭起，好，做起我哋的腳都可以放下來，慢慢啊放來都可以哦，唔是太急。假如係我哋根本呢臀身體變強壯嘅動作哦，根本呢教大家嘅動作，大家有學會冇？記得明日向下停頓線上來運動哦，讓你身體同精神也會更來更好哦。停通，我哋下拜見。